中华园林火车头后站有一条连外道路，新生路116巷哦，是公所向地主租土地来开路。2当前租约到期了后，其中有一个地主是认为公所拢无定收开路的计划，所以就甲家己的土地围起来。最近中原街路一直路的两边来放油灯，也毋过公所嘛强调讲，因为经费不足，暂时阁无法度来定收。 叫买100拍的灯火摆伫车道的两边，驾驶来到这条真矮巷仔，拢会行较慢哩。中华园林火车站后站的新生路116巷，车路中互人围起来种植物，奇怪的景观引发议论。他们的地。对，所以他们就不要让人家弄，然后就把它围起来。 一时来到现场，灯火油罐点倒，地主彭先生表示，并不是挑工压霸。2014年铁路高计划了后，园林市公所开发后火车站连外道路，向伊租12平方公尺的土地，GMCO 南美的道路。租约2023年到期了后，公所煞无愿意实施定收乌12米计划道路的规划，伊无法度只有是甲土地收回来。当地道路长期无电火条啊，所以伊家己自费点电火为驾驶指路表达诉求。 你要搞征收，讲家己要征收去讲尔，我就袂见啦。你一条10米路，安尼就叫恁准过，公所搁发留文来讲，民众同意行6米路啦。民众大家少的吼，大条路唔行。园林市公所表示，土地租约到期了后，姓平地主表达无愿意承租，我将车路移至4公尺宽会当行，暂时袂影响到交通。12米计划道路总定收经费超过大约4,000万，超过公所的负担真济，当继续向中央争取经费投入。 好，租约到期的时候，那地主就不愿意承租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目前也都是有协调，其中有一边的地主有愿意承租，所以目前道路还有一个大概有4米宽的道路可以通行。哈，那我们呢也要依照相关的征收程序，哈，要去挹注经费，编列足够的预算，才能启动整个征收机制。 公司强调，摆灯火若敢若是放伫私人的土地，袂影响交通，就袂违法。若是车路的电火条啊，要等12米的车路定收完了后，才会当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